會學噶啦，應該是不會太難啦，因為基礎佢已經識啦嘛。所以係個性化地去教學啦，針對式啦。針對 customize 很重要。現在我哋又問下大家，咦，你覺得話網紅老師嘅方法係咪有效啊？嗨，MyFan，主持人你們好，我是梁軍。我自己本身也是有經營一個數學頻道，好像現在的趨勢，我覺得好像很多比較強，或是我們講的 I 人，他們都比較 prefer 好像自己一個人在家讀書。所以我覺得這種網絡上的教學，或是甚至你講網絡老師他們的教學的方式，比較 cater to 這些，他們可以自己一個人上課，然後自己一個人 pause，然後 fast forward，然後可以學到更高效、更 detail，因為他可以 pause 嘛，這樣子的一個趨勢咯。所以網絡老師需要必備的一些，也不是條件啦，就是catch attention 的一個 ability 啦，就比如說夠簡短、夠一目了然，當然也要加上一些 motivation to make sure 學生可以繼續的看，繼續的很有興趣的去把一個 knowledge 把它學完。又啱喎，你拍影片你唔可以長氣㗎嘛。你聽佢講嘢咧，你都覺得會被佢吸引到，佢都有資格去做呢樣嘢。你講呢個聽眾啊，係啦，佢自己都係一個網絡嘅呢個老師啊嘛，佢自己都講咗嘛。咁佢話好適合一啲可能自己可以自學嘅學生咁樣係嘛？佢可以 pause 住，跟住思考下，或者自己 elaborate 再揾下資料，再繼續聽佢證明你係成功嘅，你至少吸引到我聽先啦。報名嗱嗱聲報名。學咩啊？係英文啦，我覺得。總係有老師或者啲教學方法，能夠讓你慢慢喜歡上的。某某位啊！